世间先生咧问一句话，就是属有修有证。你有修，啊，你就证会走出来。哦，有破就有显的一个意义。你有去甲破，就会显露出来意义。哦，证是有对比有比对，这个就是要落伫经中。哦，有对台，要对台，有相台，还少意见。有来伫遮有对台，要有悬有大有小的这个意见，落伫意见。修学道绝对爱伊去用心去顺，用道心作为咱一生之主人，人生得听道心的命令。安尼呢，就无相对台。那么嘛无相对台，无相对台，就变落伫知见。一落伫知见，就一定对台分会，一定分会。所以呢，即句话来，你对看着我毋知，往后面真正好讲。讲一生真如门，二生成的门，一生进入真如门去，分二生就一定有对台，走入了成的门。所以咱唱咧唱国歌，讲一生一定到我当进入大道。这真正的道理，咱来听体会。也是小乘的知见，这个就是落伫小乘法的知见。咱即个机会是对大乘法啦。咱拢强调咱是大乘法啦。强调归强调，一定要有实践，要有实践。你家讲我是修大乘法门，但是你所做出来拢是小乘法门，所以这个心一定要看会开。心若看会开，咱人过得就快乐。哪上天过得有善该小啥？小啥就是安尼尔嘛。我听人咧讲，影我毋知。西方的境界就是咱若看的真看去，伫即个到天的即个中间尔，是伊无落伫相体，咱呢落伫相体里。咱看因看无，因看咱看有，安尼。咱绝对袂使落伫相。世尊如来有做人讲啊，欲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咱无法度拢见诸相非相，所以咱就不见如来啊。不见咱自性的本体，所以咱就了解。毋通落伫小乘的知见。因为受师向师之关心入正。这个世间的先生，伊所讲的这个，就是落地神秀大师。过去以后咧按指示关心入正。这上真是上正的当中，你讲来看心，看这个心。也爱正，毋通有魔来入，毋通妄想执着。安尼就是你已经一个相。所以你静坐人，要静坐人，伊去头关头咧守无毋对，进入关头咧守到尾啊，你迄个关头，我守了后，一定爱守台湾，关头就守保护去啊，这个安尼你才会关心着正，你若关心着正，心就稳，安尼上工做做，去就转袂行，去就转袂行。迄你若真正心放开，是去转物件，迄个转，迄个感觉，伫迄个做法轮咧转咧几天咧转，会安尼烧。对即个对台湾日，对台湾日着前日，对内底遮走对遮起来，走对仙骨啊，走对遮起来，来到天关，一直到年代，拢互你有感觉讲，一撮气会走好些。那么要会当安尼呢？你一定爱袂使落入即个相体内面。所以呢，咱爱智慧，得到道了后，咱爱家己爱看会开。过去后天的心来看先天的境。所以呢，以立功，
以治公教，摕暗之理，爱真正有咱的智慧，即款的智慧，互你无话，无当看，嘛袂使伤一个来讲智慧的光，咱来照这个业，灭啊无啊的这个意义，离了烦恼菩提离了烦恼菩提缘无自性，咱来了解。这个烦恼甲菩提呢，有烦恼甲菩提，这本来自性中的无物件，也毋过来到遮来到遮对众生说法，一定爱有一个名，这众生去守，这众生去做，毋来讲，实世尊来讲，毋讲上，你无法度人着上去做；比讲上，你是上着，你是上着，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要安怎啊？咱伫咱自身一段学道课程中，咱安怎来扫俗？咱就爱观过去，来看未来。过去咱一世人转去啊，咱阿公、咱阿祖、曾祖、先祖一组一人拢转去了，带啥转去？咱来想，拢莫去想别人，想咱家己的。咱真要安怎做？到我当真正的脱离了这生死，帮助这个生死，所以必须破其风险，咱来破相，自性才会由大显露出来。无破相，自性袂由袂显露出来，这顶道理啊。修正义你讲你咧修道，你咧证明讲安怎做安怎，绝对毋通有管念头，毋通管念头。人讲咱有咧修道，人讲我人咧修行修到偌好拄好，看你的相拢无相像，咱就爱好了。我无咧修行，是真正家己讲莫去做毋对爱道尔，要修行我无咧修，我袂晓修，讲较轻易咧。所以《经》64卦，独欠卦，第三欠卦，人后嘅见是安尼。修正义你若还佫落伫恁上面，若佫破什么黑暗啦，破什么货啦，还佫落伫遮物件，你的修甲情拢无叫落去。未达无生无修无证之子啊！我当大家讲无生无证的这个宗旨，咱我都发。永远无同的，因为你心中要有这物件，要做会员，要做这个神州大师讲，时时勤学切，无素养真爱啊！你心中要有真爱，你时时爱扫，你就是要有足真爱，咱就时时扫。你若看会开，无真爱，咱就时时扫。所以做毋敢讲嘛，本来无你无也无自养真爱，本来就是无物件，来生挂啥来？无啦。饲了你有扫啥等于嘛无啊？本来就是无，咱就扫什么真爱？咱若看会开，咱扫什么真爱？迄是咱看袂开，落入即境中，咱就扫真爱，无就毋免啊。所以咱讲啊，离灵爽，咱无法度通离开无法度通离开咱即个境中的物件无法度离开了即个境中的物件，自心不善还佫着即个修，无法度放会开，故为祖之所配。所以呢，这个上正伊所讲的做事，这个做人做事大师，咱来讲会了解，会了解。是啊，烦恼即是菩提，无义无别。若以智慧化烦恼者，处事先见解，杨乐定机，上帝大因，识不如是。伊安尼问了后，要做人大师呢，当时才开始，当时才真正开始。所以咱读到遮来，尾啊遮拢是破心的物件，破这个心破相。破相的这个法条，要安怎破相？要安怎破相？绝对嘛，家己相甲家己心，这个重要的生活这个想法
咱修学道的生活，就是毋通落伫想，毋通落伫想。所以讲圣人咱讲，无义无逼无过无我，伊讲这物件，无义无逼无过无我。伊太讲用这字，伊太用这字，无相像，了解真正无相像。圣人咱讲嘛，无即个物件，无即个物件，嘛无答案，嘛无即个物件。所以，伊这就是交世尊咧讲事，事上相像所以咱就慢慢去体会。万经咱自来做证明，做证明。修学道过去圣人留落这物件，就是要导向你之外，无倒转西方中国，茫搁伫遮轮回，茫搁伫遮轮回，伊来甲咱讲师玉祖大师咱甲讲，这是种讲烦恼即是菩提，人世俗咧讲就讲烦恼就是菩提无义无别这就是无义法门，但是无搁别种的方法搁较好个你世俗要安怎讲伊讲从伊智慧破烦恼者，若着用智慧来破除这个烦恼，这是以前见解这是搁会赞助的见解